位家長，福至心靈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我係阿陸。上集同大家傾過聖誕節可以用愛做禮物，今集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蝴蝶與蛹嘅故事。呢個故事可能會勾起好多家長教養小朋友時嘅共鳴。有一個人無意中執到一個蝴蝶蛹，幾日後見到蛹上面出現一個小孔，裏面嘅小蝴蝶正用細小嘅身體掙扎住就嚟要出嚟。佢睇咗幾個鐘，見到小蝴蝶好似盡晒力都冇進展，就好心揾把鉸剪將個蛹剪開，幫佢一把。小蝴蝶的確好輕鬆就出咗嚟，但樣貌有啲特別，身體肥腫，翅膀又細又弱。呢個人以為等陣翅膀會變大，身體就會翻細，點知最後都冇發生。呢隻蝴蝶之後仲係有個肥腫嘅身體，而用翅膀較為弱小，而係地上爬，永遠都飛唔起。原來呢個善良嘅人唔知道，蝴蝶必須透過自己掙扎出小孔嘅過程，先可以將身體裏嘅體液壓進翅膀裏。呢個係大自然奇妙嘅設計，係為咗預備蝴蝶將來飛行嘅力量。聽完呢個故事，大家有冇諗起自己教養小朋友嘅時候有啲相似呢？小朋友做功課遇到難題會大叫唔識啊，我哋就即刻幫佢寫答案。小朋友同朋友仔有爭執嘅時候，我哋就衝去學校替佢解圍，甚至連收拾書包、綁鞋帶呢啲小事都怕佢哋做唔好而出手幫助。其實好多時我哋都好似嗰個剪蛹嘅人，出於愛想幫小朋友避開困難，卻忽略咗生命中嘅掙扎同磨練先係小朋友成長必須嘅過程。就好似德訓篇2章4到5節講嘅，喺痛苦中你要忍受，喺各種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，因為金銀應在火裏鍛煉，天主所喜悅嘅人亦應在謙卑嘅火爐中鍛煉。小朋友喺做功課時要思考，與同學相處時要磨合，自己處理瑣事時嘅笨拙，就好似蝴蝶係個蛹掙扎出嚟嘅過程。呢個過程或許會有啲困難，有委屈，但正正係呢種掙扎先可以鍛煉佢哋嘅毅力同解決問題嘅能力。就算蝴蝶鍛煉出可以飛翔嘅翅膀。阿陸今日想同大家分享2個簡單嘅實踐方法，大家可以試下放手，讓小朋友慢慢地成長。第一，遇到小朋友可以自己處理嘅小事，比如收拾玩具、獨立完成簡單功課，忍住出手幫忙嘅衝動，俾佢哋足夠嘅時間嘗試。第二，當小朋友遇到挫折大啱時，先傾聽佢哋嘅感受，再引導佢哋思考解決方法，而唔係直接替佢哋解決。不如而家我哋一齊祈禱。仁慈嘅天主，求你賜俾我哋智慧，學識在愛中放手，唔好做嗰個剪蛹嘅人。求你保守小朋友，讓佢哋喺適當嘅掙扎中學會堅強，喺磨練中不斷成長。阿們。今集嘅金句再同大家重溫一次：喺痛苦中你要忍受，喺各種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，因為金銀應在火裏鍛煉，天主所喜悅嘅人亦應在謙卑嘅火爐中鍛煉。德訓篇2章4到5節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圍繞教養嘅話題，傾下如何教孩子面對失敗。記得訂閱我哋啦。時間差唔多，感謝你哋收聽，福至心靈，與你在愛中同行，再會。